写完给爸爸的歌也要写给妈妈嘛。好，那这首歌在十几年前就写了，那时候我高中刚毕业，其实有考上大学啦，但是那时候因为家境贫穷，然后都是私立的学校，文大跟辅大体育系这样，然后想到看那个学费，哇，真的贵到切给了，然后所以。然后我没有说他们不好，是好学校，是因为我们家没办法负担，后来就跟家人讨论，就决定补习，就在台北补习这样。哎呀，隔一年就有考上，我考上那个大学是从我高中的母校走过去而已，不到1分钟吧就到了这样。对，然后补习那一年呢，因为一个人压力很大，第一次补习，然后一补习就300-400个人这样，然后那个多人，因为每个人。走路非常快，像在跳芭蕾一样。我那时候是因为从小到大到高中都在乡下读书嘛，很不习惯。刚到台北的时候，下捷运的时候就被人家撞到肩膀，然后在部落的话就会不好意思有没有这样？可是，在台北的时候，就大家撞到就也好像就是很正常这样子。我不是说你们不好了，就是很残忍。没有了，开玩笑。后来才发现，这就是都市的节奏这样。然后那时候压力非常大，然后每天都会被老师一直要求要背英文单词啊什么的。所以那时候，因为我住在我二哥家，然后我二哥家他们有顶楼，那天就天气非常好，难得台北市可以看到几颗星星这样。那就想到我妈妈，因为我妈妈那时候在部落这样。然后我妈妈已经在去年2月份的时候已经离开了我们这样子，解除她的痛苦这样。不过这首歌呢，还是要献给她，对。那因为今天是特别嘛，我们16年这样子。那这首歌叫做《妈妈的眼睛》，就是思念妈妈，然后希望妈妈能够好一点这样，不要太挂念我这样，类似这种意思了哈。好，我带来这首《马达诺伊娜》妈妈的眼睛，谢谢。Mudah